Hello，各位馬迷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翻到嚟馬師傅低成本博彩手記。剛剛星期六嘅賽事呢，賽果就相當之驚人啊！連場爆大冷，你以為嗰隻一鋪掂晒爆個70幾倍 win 夠冷啦，之後爆多隻君子過百倍嘅 win，梁家俊呢繼上次嗰隻百勝威龍之後呢，又爆多隻大冷門，大家絕對要留意住梁家俊呢。即係佢騎文家良無偉傑呢啲倉口咧，成日都有啲巨冷爆到出嚟嘅。咁我賽前咧就擺低咗條心水片啦，就賭嗰隻尾場咧喜慶寶輸啊。咁老實講香港冇得所謂食馬，咁但係咧呢隻喜慶寶咧初升班上去對住呢一堆咁嘅強手，你預計佢一定係馬王飛咁熱㗎啦。臨場2.1倍，幾大都攻擊佢啦。馬師傅前場咧都叫做儲咗少少彈藥㗎啦，即係例如嗰啲深紅紅好運連靠啲冷 pace 咧，都有啲斬獲。嚟到尾場咧，我投注策略就好簡單。總之就唔買喜慶寶，我就買咗標誌星河啦、威利金箭啦、燈膽將軍同埋勁進輝煌，連贏位置 Q， 互穿，最後咧呢隻標誌星河同威利金箭咧就穿唔到條連贏，淨係得翻條位置 Q， 7.8倍，最後就回唔到本仲要輸少少。冇諗過呢隻翠紅咧去到尾場，廖康敏同埋艾少禮都全日冚旗㗎啦，點知最後先日行一善，最後就頂贏咗嗰個馬鼻，好可惜啦。最後標誌星河同威利金箭咧就冇辦法串到條 Q 翻嚟。如果穿到嘅話咧，星期六咧都應該能夠贏到錢咧，買份禮物俾媽媽。最後贏唔到，叫做冇贏冇輸啦。因為馬師傅尾場咧其實自己都加咗注咧去賭標誌星河勁進輝煌同埋威利金箭呢3匹馬嘅。可惜有陣時賭馬就係咁噶啦。影輸咗冇辦法，下期繼續努力咯。如果禮拜3晚贏到錢嘅，照補翻份禮物俾媽媽咯。OK，如果大家都中意馬師傅呢個講馬平台嘅，記得訂閱、俾 like 同埋留言支持，亦都歡迎大家加入成為馬師傅嘅 YouTube 同埋 Patreon 會員咧，分享馬師傅嘅賽馬筆記。多謝晒大家先。嚟到星期3晚咧，又用呢個私家3跑道咯喎。私家3跑道，哇係咪又係咁悶內碟前置咧？其實都真係連續咗5-6期咧，都係嚟放頭前置都係嚟啲內欄馬走3碟咧，都係蝕嘅。如果落雨嘅就走去開啲絕腳地，唔落雨嘅就開啲石頭地，基本上都係冇得追嘅。睇下今次賽事形勢咧，馬師傅咧就揀咗第6場4班1650，睇下經過頭場去到第5場，甚至經過埋壓地之後咧，個場地會唔會有啲改變啦？不過馬師傅咧私家3跑道咧，先唔好話要搏近期成日都理內欄，所以搏佢轉勢。私家3跑道跟翻過往嗰個賽道特色咧，我都係傾向揀啲內欄啦，又或者有條件咧可以咬到啲靚位嘅馬。今次咧我就揀嘅2匹馬咧，想搏下呢個所謂嘅對碰 win，兩隻咧都係抽住個靚檔嘅。一陣間就慢慢同大家分享嗰2匹馬點解馬師傅中意啦。首先講下呢場賽事嗰個步速先。呢場賽事咧暫時望落去咧，好似冇乜步速喎。冇步速咧，如果大家玩嗰啲連贏位置 Q 或者係即係4連環咧，可能如果以近期嗰個近仗表現嚟講咧，時間寶就應該係一隻比較穩陣嘅馬匹。呢隻馬其實自從轉咗過去姚本輝之後咧，都叫做步入正軌㗎啦。季內咧1 win 3 Q， 2個第3，1個第4，其實係得一場賽事配何澤堯咧 1.7 倍咧叫做甩咗獎金名次，但係其他場次咧，其實尤其是近期配咗金城江咧，我覺得金城江咧有樣嘢好咧，就係一往無前只要個檔位唔係話太過分嘅話咧，基本上呢隻馬金城江咧都能夠擺到喺前面。但係今日賽事抽住個11檔你要有啲嘢估下啦，到底呢隻馬仲可唔可以好似前嗰幾次咁順利咁埋到欄？不過呢組馬咧冇乜馬放啊。其實你話真係擺前嘅馬咧，即係可能上場賽事咬前嘅贏月啦。又或者呢隻爆竹啦，但係爆竹上賽事咧，其實607咧就正係同時間寶同場嘅。雖然隻爆竹就叫做抽個比較外少少嘅檔位，但係如果你話睇早段嗰個積極性咧，其實呢隻時間寶都真係有足夠嘅前速咁就睇下呢個11檔會唔會令呢隻馬咧
耗力過多。嗱，不過整體嚟講咧，我預計呢場賽事嘅步速咧都可能係偏慢少少嘅，偏慢少少嘅。咁時間寶爆竹啊，同埋贏月呢啲馬有可能會擺前啦。咁贏月如果同時間寶早段搶多咗嘅話，會唔會扯快咗少少嘅步速咧？咁大家可以計一計呢一方面嘅嘢。咁馬師傅自己呢一條心水片咧，介紹邊兩匹馬咧？咁我咧就中意8號同埋9號，咁分別就係準希望同埋眾星啊。嗱，準希望呢隻馬咧，其實馬師傅自己跟咗幾鋪噶啦，咁就由佢4、7、8，咁嗰一日咧，我啊覺得呢隻馬咧嗰個形勢咧都好蝕啦，咁但係咧臨尾走住個大外檔，咁同嗰隻日日上咧就叫做展現咗啲唔錯嘅後勁。咁嗰場賽事咧，日日上準希望同埋果然僥倖咧，我都係 mark 咗蝕後上嘅。咁但係你知近期嘅賽事咧，單純蝕後上咧就唔足夠令到你下場賽事一定要買佢。尤其是嗰次咧走光路腳影嘅呢場4、7、8咧，咁81倍，咁走光完之後咧，咁你一定會惹飛嘅。結果上去到5、4、63月25號嗰日咧，咁呢一隻嘅準希望咧就跑過第8，咁但係呢場賽事咧就意外多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下啦。嗱，你睇翻賽後報告咧，呢隻馬起步就斜跑，咁之後咧就因為同一隻街燈碰撞咧失去咗平衡，咁再加上中段咧有隻傲然咧，咁接近收慢咁樣咧，係咁捉後，咁結果咧呢一隻嘅準希望咧就喺佢墮退嘅時候，咁因為前後左右冇位可以避咧，咁又俾佢撞一撞，咁然後就跌到落最尾，咁賽後獸醫檢查就話隻馬咧有呢一個叫做異常呼吸。咁但係咧再進一步檢驗之後就冇乜嘢明顯異常之處。簡單嚟講嗰日呢場賽事咧，中段隻傲然因為急騰，咁令到準希望咧同個主馬群咧就拉到好遠，但係咧臨尾就收復好多嘅失地。咁呢場賽事咧又再一次證明咗呢隻馬咧應該係有一啲能力嘅。咁喺陣上咧只要有個好嘅形勢就有機會交到㗎啦。咁好啦，終於去到上場賽事586。咁586咧繼續喺4班孭做輕磅啦，咁就配呢一個班德禮。咁嗰日大家望一望沿途走位啦，上葡福王1111，咁隨緣得勝222，咁耀昌盛世3333，即係代表咩咧？前置馬控制晒絕對嘅形勢，嗰一組馬咧基本上就冇得追嘅。咁而冇得追嘅馬，賽後你望翻，我其實 mark 嗰隻百勝金龍咧，即係有一次會員朋友即係自己犀利啦，咁買到呢隻馬嘅連贏位置 Q 咧。我 mark 百勝金龍咧就係呢場586度 mark 出嚟嘅。嗰日我就覺得嗰啲後上馬有走勢嘅馬咧，絕對要留意住。咁除咗百勝金龍之外咧，其實呢隻準希望都係其中一隻嚟嘅。咁同大家係咁依望一望呢場586，睇下呢隻準希望嗰場賽事點樣跑。好嗱，一起步咁63深藍就黃帽咧，10檔，馬師傅一箭嘴指住排住個10檔起步咧，就係呢隻準希望啦。隻馬咧其實約出我覺得就正常嘅，不過你抽住個外檔咧，你見班德禮，冇乜心機話特別攝啦，而家你已經見到呢隻馬咧轉第一個彎就走住個4碟，見阿赤峰嚟走前一步，佢再望埋去入邊，你想攝都冇用啦，因為入邊咧就算你捉到最後咧，都仲有隻唯美主義叫做頂住佢，所以呢隻馬咧又用一個非常之被動嘅跑法，大家望一望頭段時間。28秒56，哇，撳到咁慢咧！基本上，如果當日你買咗你準希望咧，我同大家講基本上跑到而家剩翻1000米咧，你都搣得飛㗎啦。點解咧？呢隻馬雖然佢話叫做有啲追勢啦，咁但係咪一隻咁強爆發力可以喺後邊即係無視慢步足都可以追得好嘅馬咧？再加上沿途走住個3碟，如果你睇翻個直鏡咧，其實你見雖然話就話叫做有遮擋，但係前面。其實隻赤峰嚟咧，一路同佢走3碟，預計你直路咧，如果要騎嘅話，一定係要贏出再外檔啲噶啦。呢場賽事大家可以比較下，之後好快爆冷得手呢隻百勝金龍咧，就係當日咧粉紅色衫、淺藍色帽，走住個2碟，即係換句話說即係你再出要交到表現咧，你都不能夠太蝕啊！轉入直路，你嗰啲百勝金龍都叫2碟而出，準希望咧唔攞外檔喺中間度。嘗試捐上嚟啦，見阿班德禮分兩下姜，呢度抽條邊，最後百零米一打落去，有冇反應先？有嘅，你見到隻馬其實飆咧就肯飆嘅，不過當日前面咁樣走甩晒咧，
你又唔好寄望呢隻馬咧會收復到大量嘅失地。如果睇翻你當日咧最後開翻嚟嗰末段時間咧，咁啊開得最好咧，可能呢啲康昌之星啦，開個23秒21，咁啊唯美主義23秒17，咁呢一隻準希望咧開個23秒32，恰如其分啦嗱。但係呢隻馬咧，我啊搏佢今日賽事抽翻住個靚檔3檔，其實早段使唔使擺咁後先嗱？如果大家睇翻呢隻馬近期試嗰個集咧，其實隻馬咧都已經開始有一啲叫做作戰水準㗎啦。咁啊，其實入直路俾一俾指示咧，呢隻馬已經自己咧識喐㗎啦。咁啊，所以啱啱嗰一課從化嘅1200米集咧，我覺得呢隻馬咧又再有啲進步。咁當然啦，呢隻馬始終暫時嚟香港咧淨係一次跑過一個所謂嘅獎金名次，暫時都冇乜嘢好睇嘅。咁啊，呢隻4歲馬睇下嚟到季尾階段，季內用得唔多。呢啲大概11月、12月先開始起步。其實咧，你話真係有走勢啊，都係3月嘅事啊。睇下去到季尾咧，會唔會有機會變身啦？所以第一隻擺低嘅咧，就擺呢隻準希望。咁至於另外一隻咧，我就要埋呢隻9號嘅眾星啦。咁啊，眾星咧呢隻馬咧其實一轉過嚟谷草增程上1650米咧，係即刻就有表現嘅。咁但係大家留意下嗰兩賽事247，當日輸俾嘅對手咧，咁啊輸俾卓越善豐，好實力。咁啊都係一啲喺4班啊，甚至上到3班咧，都仍然係有表現嘅馬啊，好實力，好快已經征服咗呢個3班。咁當日輸2個馬位，走住個內欄，我啊 mark 咗佢少少不利場地啦。咁啊結果348擺下潘頓上去咧，咁就輸俾呢隻康暢之星。嗱，其實跑完呢兩場賽事之後咧，我覺得呢隻康暢眾星呢個水準咧，可能係麻麻地㗎啦。咁點解咧？其實康暢之星都係一隻唔係好穩定嘅馬啦。咁啊，如果大家喺平榜底下都輸成過馬位咧，其實呢隻眾星咧，你未必搏佢 win 嘅。嗱，不過之後幾場賽事咧，呢隻眾星咧啲發揮咧就相當之求其啊。咁啊，例如先講呢場588先啦。咁嗰日奧爾文咧抽翻住個3檔咧，我啊諗住應該可以表現得好啲。咁但係大家即管望一望呢場588，咁啊奧爾文點樣發揮呢隻眾星啦？抽住3檔啊！起步粉紅色衫、粉紅帽、紅袖。咁啊，內欄啲馬咧，咦都唔慢喎，咁啊頂起上嚟，咁啊結果咧精彩啦！大家最期待嗰啲畫面就係咩咧？3檔3碟，即係你賽前啊諗住呢隻馬抽住靚檔，結果就俾嗰隻起行起馬唔係起行，咁啊一攝莫雷拉就精彩啦，攝咗你個位，咁大家邊有諗到賽前3檔馬，咁啊而家轉完第一個彎之後，走去3碟咁樣攝法咧，咁啊見到奧爾文都真係企咗喺度啦，咁啊沿途一路走住個外碟。咁啊，絕對唔係賽前大家構想畫嗰幅圖啦。咁啊，而家大家見到呢隻眾星捉下又後啲，捉下又後啲，咁啊捉下捉下，仲要連遮擋都冇埋。呢隻馬咧，之前就諗住佢喺內欄度，咁啊順勢而走，咁啊結果而家咧就3碟一路攝唔到埋去，大數據啊嗰啲馬頂住佢，咁啊好啦，轉翻入直路睇啦。咁啊轉入直路之前咧，內欄啲馬隻隻都有勢嘅。咁啊你話講個走勢，咁啊起碼咧。就呢度已經撻着咗啦，相反呢個眾星入直路，哇老鏈咁耐，再俾馬頂埋出去，大家望一望奧爾文呢啲手勢，隻馬就軟晒㗎啦，估唔估到後邊做咩？唔拎條反手邊出嚟掃兩嘢咯，咁係咁易啦，咁所以呢場賽事咧，呢隻眾星你大可以當佢完全冇跑過嘅，咁跑完呢場賽事之後咧，去到上期啦，上期咧就轉過田草，咁啊抽住個10檔，咁啊揾下周俊樂，咁呢隻馬咧。其實跑完2場賽事之後咧，咁就叫做點樣講啊？其實就對佢冇乜期望。不過上次咧同組對手好似都唔係好強，咁啊超開心啊、睿智多寶啊，咁啊你又擔心佢哋可能都係靠住賺形勢。咁啊結果當日4月19號咧就同近期一樣啦，繼續係開嗰啲利內碟前置嘅馬。咁啊超開心咧同睿智多寶就跟前，瑞奇威風咧就喺個內欄度攝下攝個第3翻嚟。咁呢隻眾星今日賽事抽住個10檔改配周俊樂，咁大家儘管就望一望呢場618，咁啊睇下周俊樂呢隻馬點樣發揮咯噃。好嗱，一起步咁啊粉紅色衫紅袖，戴住咧粉紅帽嘅就係呢隻眾星啦。上場賽事3檔咁啊，然後就走住個3碟，咁啊你計唔到啦。咁但係呢場賽事咧。基本上你就預計到佢都唔會攝到埋內欄㗎啦，咁啊抽住個10檔，周俊樂沿途都走住個碟啦。咁早段咧，大家見到啦，睿智多寶放頭貼欄嗰隻，跟住呢場賽事，跟住佢嘅超開心63嘅11號都係貼欄，然後
瑞奇威風白衫白袖頂帽有少少紅色。呢場賽事就係嗰啲典型咧冇爛冇命嘅貼欄三重彩啊！咁而大家望下呢一隻嘅眾星，咁啊沿途就走住個外碟，咁啊到而家咧你都唔好諗住啊周俊樂咧會攝到入嚟㗎啦。咁所以呢場賽事咧入到直路，咁好容易理解啦。咁啊就係貼欄嗰3隻馬咧，最後就包辦三重彩。咁啊走住個2、3碟嗰啲咧就可以蝕嘅都蝕晒，咁啊跟前都仲好啲啊。喺後邊追嗰啲咧就再蝕啲。好啦，入直路，咁啊見到阿周俊樂又係啦，啊呢隻馬連續2場賽事都係大愛當見啦。咁啊周俊樂入直路攞正個平衡，你話有冇認真騎咧？嗱，起碼個手勢咧比起上次奧爾文好啲嘅。咁啊一路分疆嗱都係反手邊，但係隻馬咧去到最後200米，阿樂仔仆落去啦，咁啊真係打落去騎落去。咁啊你話佢係咪真係收復到啊或者過到好多好勁嘅對手咧？其實都唔係㗎，啊！但係你見到隻馬咧，其實有啲勢頭。咁今場賽事見佢抽翻住個2檔咧，咁有陣時近期谷草嘅賽事咧，你賭咧就未必係賭隻馬，你賭個位嘅啫。咁你係重升抽住個2檔，咁啊早段內欄嗰隻就要先到先得。咁啊希望佢就唔會話2檔咧都係俾啲馬攝咗埋嚟，走住個2、3碟啦。咁睇下周俊樂可唔可以試下埋到欄，咁啊慳埋。咁嗱賀然咧呢個倉咧。冇路捉嘅啊！大家啊睇翻星期3晚同日咧，仲有隻翠湖烈風咧，嗰啲路程咧就轉嚟轉去。呢隻眾星咧已經較有得路捉㗎啦。例如呢隻馬起碼喺谷草1650米跑得好之後咧，咁啊其實枕住都係跑1650米嘅。上賽事轉過去田草或者係啱啱播俾大家睇奧爾文3檔嗰場賽事咧，其實全部都係蝕咗個形勢或者係陣上嘅際遇。咁今場賽事抽翻住個2檔，睇下可唔可以交到個好嘅表現啦。OK，咁所以馬師傅今次呢條心水片咧就相當之簡單。咁啊5月13號，咁啊賭 WinPay 啦，獨贏位置第6場。咁我中意8號嘅準希望同埋9號嘅眾星。咁啊睇下對碰 Win 咧有冇諗頭咯。又或者如果即場買4連環嘅話咧，攞咧呢2隻馬可能拖翻住啲爆竹啊、時間寶啊、上賽事。有少少冇飛就唔去嘅先到先得啊等等嘅馬，甚至連呢隻香港精神啊抽住個9檔咧就未必好想賭佢，但係佢喺4班咧就好似點樣都要例拖票，所以呢場賽事咧其實我覺得形勢咧就幾勻循嘅。咁如果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不如試下啲喺香港其實暫時復極，即係未交代又未 win 到即係叫做淨係跑得近嘅馬，睇下去到季尾咧呢啲馬可唔可以交代成功啦。咁啊今次呢條心水篇同大家就傾住咁多先，祝大家星期3晚贏多啲，拜拜。